BNI 令我更有信心。一套戰衣可以幫到你喺唔同嘅戰場上都會有一種個人嘅魅力同吸引力。BNI 令會員之間可以真正互相成就。我係 Only Know， 專業領域係越南食品貿易。其實我一直都想提升自己，但未必知道應該由邊度開始。以前買西裝總覺得唔係太長就係太闊，好難真正揾到合身嘅西裝。透過 BNI 認識2Ling之後，我開始真正重視自己嘅形象。着上大班狼西裝之後，我感覺自己唔同咗，整個人更加有信心。呢個轉變係 BNI 帶俾我一個好實在嘅收穫。我自己係一個律師嚟，咁律師就經常性會同一啲政商名流去溝通啦。着個大班狼嘅西裝，你覺得自己唔同 class， 自信亦都會提升咗咧，反而你自己會有一種個人嘅魅力同吸引力。咁呢個就係一個專業形象嘅一個答案，係話到俾人哋聽，你係專業，人哋會想委託你去解決佢嘅問題。呢個就係我做律師背後需要帶出嘅一個專業形象。我係 Billy Chan， 係 BNI 嘅高級董事顧問，同時咧從事保險行業。因為工作嘅關係啦，我經常需要出席唔同嘅商務場合，亦有公開分享同演講。對我嚟講咧，形象唔係外表，而係專業感同埋信任感嘅一部分。而 BNI 咧最有價值嘅地方係令唔同嘅行業嘅專業人士咧互相連結、互相支持。而呢種關係咧令到會員可以更加快成長，亦真正做到合作共贏。BNI 帶俾我嘅唔只係生意機會，而係建立喺信任之上嘅同行關係。我好榮幸能夠以專業着裝嘅經驗陪伴會員喺重要時刻得體出現，彼此信任，彼此成就。